呢個係一個你可能好熟悉嘅牌子，甚至可能每朝每晚刷牙都會用到佢。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個睇落去好普通嘅牙膏牌子，背後竟然隱藏住一段種族歧視同埋侮辱黑人文化嘅黑歷史？呢個就係 Darlie 黑人牙膏嘅故事。大家好，歡迎嚟到流量密碼案內所。喺睇片之前，麻煩大家俾個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支持一下呢個新嘅頻道。呢啲睇落咁奇怪嘅表演就係19世紀末去到20世紀初美國流行嘅黑臉鬚。喺嗰陣時，白人演員會用鞋油或者化妝品塗黑塊面，模仿黑人嘅特徵，誇張佢哋嘅外表、口音同埋說話嘅方法，有意無意咁取笑同埋貶低黑人嘅身份同埋地位。對當時嘅社會嚟講，呢啲表演就好似我哋而家去戲院睇戲或者去紅館睇 show 咁普遍。但係對於被取笑嘅黑人嚟講，呢個係一個極大嘅侮辱。可惜嘅係，由於身份地位嘅限制，當時黑人社群係冇能力向主流社會表達自我。當時社會普遍係將黑人定為身形肥大、冇修養、反應慢、冇學識同埋冇禮貌嘅形象。呢啲表演唔單止強化咗呢一類黑板嘅印象，仲推動咗種族歧視嘅蔓延。其實除咗黑臉鬚、黃臉鬚喺19、20世紀嘅社會當中係好常見嘅歧視形式。白人演員會用化妝同埋誇張嘅服飾去扮演亞洲人，例如戴長辮假髮同埋着滿清嘅官服。It might be interesting to watch how such a young and innocent mind would accept 塑 such 造個 knowledge. 狡猾懦弱或者係神秘嘅負面形象。又例如1930年去到50年代嘅 Charlie Chan 系列電影，由白人演員扮演亞裔嘅偵探，佢哋會模仿亞洲人嘅英文口音，塑造一種滑稽嘅黑板角色。同樣地，電影入面嘅傅滿洲呢個虛構反派係一個邪惡嘅亞裔角色，進一步強化咗亞洲種族係危險外來者嘅偏見。呢啲黃臉演出同埋黑臉鬚一樣，都加深咗社會對少數族裔嘅誤解同埋歧視。時間到咗20世紀，非裔美國人嘅民權運動開始萌芽，而當中最出名嘅領導者就係馬丁路德金，佢致力反抗呢一類嘅歧視，爭取黑人嘅平等權利。時間去到1933年，一對寧波嘅商人兄弟嚴柏林同埋嚴中立喺上海創立咗好來藥物公司，佢哋仲揾咗當時大藥廠嘅藥劑師，研發出一款獨家配方嘅牙膏。就係咁，好來藥物公司嘅第一支牙膏誕生咗。為咗宣傳，嚴氏兄弟決定用黑人形象去突出佢哋牙膏嘅潔白功效。佢哋覺得黑人皮膚襯托之下，牙齒會顯得特別亮白。佢哋深信呢個形象可以成為品牌嘅賣點。佢哋進一步設計咗一個戴黑色高帽、笑到見牙唔見眼嘅黑人男人做商標。靈感係嚟自當時美國著名黑臉表演喜劇演員艾爾喬遜。牙膏嘅英文名係 Darlie， 而中文直譯就係黑人牙膏。佢哋將黑人當成商品推銷，令人好難唔聯想到黑奴隸呢一段黑歷史。但係當時嘅亞洲市場，呢啲概念係完全唔存在，反而被包裝成一種異國風情、一陣來佬貨嘅味道。呢款牙膏喺上海起家，之後擴展到亞洲其他地方。但係隨住時間嘅過去，種族歧視嘅問題越來越受關注。其後非裔美國人嘅民權運動興起，令呢個形象開始被人覺得有問題，尤其喺歐美國家一早被視為冒犯。雖然黑人牙膏一直有爭議，但係 Darlie 喺亞洲嘅市場的確係好成功。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價錢親民，產品質素高，再加上市場推廣做得好，佢極速成為咗中國、香港、台灣同埋東南亞家傳戶曉嘅品牌。當時嘅消費者普遍都唔覺得黑人牙膏有負面嘅含義，只係覺得佢概念好新穎、品質可靠同埋形象好鮮明。喺亞洲站穩咗陣腳之後， Darlie 吸引咗國際公司嘅垂青。喺1985年被美國高露潔中攬以5000萬美金收購咗50% 嘅股權。1980年代，美國正處於種族問題極為敏感嘅時期，傳媒同埋社會人士開始關注呢個品牌嘅名稱同埋形象。喺美國，Darlie係一個貶義詞，
尤其喺黑人社群入邊係極具侮辱性。呢個時期正值非裔美國人嘅民權運動影響擴大。而馬丁路德金嘅概念非暴力抗爭同埋種族平等一直深入民心，令社會對種族歧視嘅容忍度越來越低。到咗1989年，因為美國社會強烈嘅抗議，高魯傑喺壓力之下將 Darky 改咗名做 Darlie， 商標亦都由一個黑人嘅形象調整成為一個黑白人形嘅剪影。雖然英文名避開咗爭議，但中文名仍然保留住黑人牙膏。佢哋改咗一半，但係留翻一半，明顯係為咗保住亞洲市場嘅辨識度。一口清新，一切好談。不過改名嘅爭議係從未停息，隨住全球種族平權運動嘅興起，越嚟越多聲音係要求佢哋徹底更改中文嘅名稱。2020年嘅5月25日，46歲嘅美國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喺明尼蘇達州因為涉嫌使用假銀紙，被捕時係俾白人警察用膝頭壓頸超過9分鐘致死。呢段影片喺網上極速傳播。喺曝光之後，弗洛伊德臨終前嘅一句我唞唔到氣，激發咗全球嘅震怒，極速引爆咗 Black Lives Matter 反歧視運動。2020年5月28日，明尼蘇達州州長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Across the entire world. 抗議席捲咗美國同埋超過60個國家，成為咗美國史上最大規模嘅示威之一。呢場運動唔單止令社會關注警察嘅暴力，仲迫使唔少企業反思品牌嘅形象。呢一類反思其實可以追溯到馬丁路德金領導嘅非裔美國人嘅民權運動。佢喺1963年我有一個夢想嘅演講中，呼籲終結種族歧視。而 Black Lives Matter 就係呢一場運動嘅現代延續。高魯傑因為呢一場運動要重新審視黑人牙膏嘅種族刻板形象。Darlie toothpaste is getting a rebrand. 2022年3月，高魯傑正式宣布將黑人牙膏嘅中文名改做好來牙膏。Starting next March, it will no longer be sold under the Chinese name 黑人牙膏。寓意係好來好去，徹底去除咗種族歧視嘅聯繫。雖然改名同埋換形象係一件好困難嘅事，但係咁樣做顯示咗品牌對於社會責任嘅回應。同期，其他品牌好似 Aunt Jemima 同埋 Uncle Ben's 都因為種族刻板形象嘅壓力之下改名同埋更換標誌。改咗名之後嘅 Darlie 雖然有爭議，但銷售量未有太大嘅影響。消費者因為品質同埋習慣繼續支持。一個凡事都有兩面，有人覺得改名係太過政治正確，甚至話係背叛品牌嘅歷史。值得提嘅係，即使經過多年反歧視嘅運動，種族歧視問題依然係未有完全消失。印象中2017年有一套荷里活嘅電影《Get Out》，故事係講述一個黑人青年陷入咗白人家庭嘅陰謀，其中暗藏住種族歧視嘅恐怖真相。導演提醒我哋，即使到咗而家，種族偏見仍然係隱藏住喺我哋嘅社會。由1933年創業，去到近呢幾十年改名，Darlie嘅歷史反映咗社會價值嘅演變。由黑臉鬚嘅流行，去到馬丁路德金帶領非裔美國人嘅民權運動，再到 Black Lives Matter 全球影響，種族平等嘅追求改變咗呢個品牌嘅命運。但正如電影 Get Out 提示，即使今日種族歧視仍然未完全消失，或者只係以更隱藏嘅形式潛伏喺我哋呢個社會。最後，你哋覺得 Darlie 改名係咪必要？一個品牌嘅歷史應唔應該影響消費者對佢嘅支持？留言可以分享下你嘅意見。如果中意呢條片，麻煩俾個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下次見，拜拜。